熊仔嘅拼接方法。首先用內側起點嘅線頭穿針，將線對接一下，然之後就可以好輕易咁穿線㗎喇。整理一下，喺適當位置加針固定。縫合下顎部分，將縫紉針穿入外側同埋內側嘅下顎，從左前肢開始縫合。時間關係，將會加速。好快脆，我哋已經連到去腳嘅位置啦。打結，將針穿入布裏邊，然之後用線喺針上面繞一個圈。我嘅線太短啦，所以就甩咗出嚟。只要你哋嘅線有足夠嘅長度，就冇呢個問題噶啦。然之後一拉就打咗個結噶啦。將線尾穿入去布裏邊，咁就完成噶啦。由於線嘅長度不足，用外側嘅線頭繼續縫紉，而家繼續縫紉隻腳。跟住就係底部，嚟到呢度，我哋再次整理一下，喺適當嘅位置加針固定，繼續縫紉底部。因為條線唔夠長，所以咧條線甩咗出嚟。不過咧，我穿針就穿得好快嘅。如果你哋驚有呢個情況呢，首先你哋用一條好長嘅線，一直咁樣縫紉落去咧，就冇呢個問題噶啦。已經完成咗一邊啦，縫紉另一片側面。今次我哋調轉啦，由底部開始縫紉返上去。嚟到呢度，我哋再次整理一下，喺適當嘅位置加針固定。
開始縫紉底部。底部已經縫合完成，繼續縫紉足部。整理一下，喺適當嘅位置加上固定針。我哋又縫合好隻腳啦。而家開始係身體，開始縫紉面部。開始縫紉額頭，利用額頭嘅起點線穿入鼻尖嘅位置，然後同其中一邊嘅側面合拼。
用針固定。線嘅長度不足，所以用外側線頭繼續縫印頭部。由於避針位置已經冇多餘嘅線頭啦，所以我哋就需要加線。將線穿入去避針嘅裏邊，留大概1cm 度嘅線頭喺同一個位置穿入，然之後一拉，將線頭索緊。咁就完成㗎啦。整理一下，喺適當位置加針固定，繼續縫印頭部。由於線嘅長度不足，用外側線頭繼續縫印。完成額頭部分。